我呢就住这儿啊。行了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就别跟我上去了啊，要不然不好说呀。那叔叔，我先走了。哎啊，谢谢啊。原来爸爸就住在这儿啊！贺锦熙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呢？你现在想知道吗？你们说些什么其实不重要，反正结果只有一个。说说看呢？你不会让我好过的。哎呀，才几天没见，你进步真的很大，我的好妹妹。作为你的亲姐姐，我是不是应该为你做点什么呀？难道你之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让爸爸来威胁我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没有用的棋子就要尽快清理掉，不然它会成为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。现在你就是这个绊脚石，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带着妈媽远走高飛，徹底消失，我可以考慮重新放你一馬。不可能，我愛西城，不管發生些什麼，我都不會再離開他。那如果是顧西城自己不要你了，討厭你、害怕你怎麼辦？你為什麼要這麼逼我呢？是你在逼我。當初我們怎麼說的，你不會不記得了吧？現在是你勾引我男人，你還要質問我，你到底要不要臉？除了讓我離開顧西城以外，不管你提任何條件，我都會盡力滿足你的。你能給我什麼呀？你現在擁有